大家好，我係友邦香港及澳門首席營業官 Amy Chan，好高興見到一眾優秀嘅友邦香港財務策劃顧問喺全球傑出保險大獎呢一個國際舞台上脫穎而出，獲得專業嘅肯定。呢一份榮譽肯定咗你哋一直以嚟嘅付出同埋努力，對客戶需求嘅深切理解，對專業服務嘅堅持，追求卓越嘅態度。每一位得獎者都係實至名歸，亦都為行業樹立咗卓越嘅典範。我亦都希望藉此鼓勵每一位同業繼續把握機遇，勇於挑戰更高嘅成就，喺更廣闊嘅舞台上展現你哋實力同埋價值。展望未來，友邦香港會繼續同大家並肩同行，推動行業不斷進步，幫助更加多人實踐健康長久好生活。最後，再次恭喜所有嘅得獎者，多謝大家。